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28，诗篇69篇29节安尼讲：总是我是困苦忧伤的人，上帝啊，愿你的救恩安置我伫悬的所在。三甲来祈祷，安置阮伫悬的所在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的山寨，阮的山岩，你是阮闪避的所在，主啊，求你因为你的名来引带阮，指点阮，求你带阮伫你的真理，佮加是阮行伫你的道路。主啊，因为你是救阮的上帝，愿通日听候你。主啊，你要庇佑阮脱离艰苦，因为你是互阮有气力的上帝。主啊，阮是困苦丧乡的，上帝啊，求你紧紧到阮遮，因为你是帮助阮、拯救阮的上帝。主啊，阮是困苦忧伤的人，上帝啊，愿你的救恩安置阮伫悬的所在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